是我心的满足。主赐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主温柔的神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主赐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是激昂的那种。对，就如果这样子，然后在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扬声歌唱。看到这个喉咙有没有锁住？对，我会先讲话，然后我比这样，然后我会讲，就是接那只。对，你比赛有没有说先生要当点，因为你先讲话，先小声，然后刚刚到那地方才起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那声 key 呢有问题吗？就是第一首。对。就是在混乱中。
主唱的时候，我们要喊那个鼓完的那一次就是升 key 哦。对。回想刚刚你打的那没有，是我要敬拜你，哒哒哦。2堂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大家平安，很开心在星期天我们可以一起敬拜赞美神，让我们一起起立。虽然外面下着雨，但是我们的心是火热的，我们开心的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开口来唱。用我全能的主宰，道成肉身显明你的爱，奇妙主，荣耀神何等的伟大，圣洁尊贵，圣洁尊贵的君王。超乎万民，在全地之上，为我罪，有宝血赎回我生命，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至高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我们一起开口。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当手起大赞美。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耶稣我的主。我们现在跟左右邻舍挥挥手，很开心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敬拜赞美神，让我们一起开口来唱。用我全能的主宰，道成肉身显明你的爱，奇妙主，荣耀神何等的伟大，圣洁尊贵，圣洁尊贵的君王，超乎万民，在全地之上，为我罪，有宝血赎回我生命，无人能与
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再次来宣告，无人能，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我们一起开口来唱。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当受极大赞美。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耶稣我的主，一起哦，一起哦。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当受极大赞美。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一起开口。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当受极大赞美。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耶稣我的主。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边一起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生命真光，让我们不停止赞美，让我们一起开口来唱这首歌。我们一起拍手。主，你的爱是永无止境，你的爱是永无止境，主你四面环绕我，你的爱是我苏醒，心中喜乐不足满溢，万物都向你呼喊，让赞美充满着你，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你伸出大能双手，释放你属天荣耀，这是何等的奇妙，与你同行何等美好，让生命真光照耀。让我们再一次从头来唱。主，你的爱是永无止境。你的爱是永无止境，主你四面环绕我，你的爱是我苏醒，心中喜乐不足满溢，万物都向你呼喊，让赞美充满着地，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我们一起来宣告：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再一次来宣告：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你伸出大能双手，释放你属天荣耀，这是何等的奇妙，与你同行何等美好，让生命真光照耀。
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美好的恩典。你是那无人能相比的神，是那总是用慈爱与怜悯爱着我们的神。主啊，你看见我们的软弱，也看见我们每个人人生中的难处。求主赐我们一颗刚强的心，依靠你且充满盼望，因为你是那胜过世界的神，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求主在此时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要单单的来到你面前，求主亲自触摸安慰我们的心。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用祷告的心一起来唱。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主啊，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用祷告的心对你来唱。主，求你用温柔的圣灵触摸我们每个人的心。爱的真理，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到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你看见我们的软弱，我们要一起开口，把我们心里的话对你来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温柔的圣灵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求你赐我们刚强的心，不管面对什么的事情，主，因为我们知道有你，我们不害怕。让我们再一次开口来唱。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
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你赐我们刚强的心，无论遭遇何事，我们依然要对你扬声歌唱。主啊，求你让我们学习在各项事上学习你的样式，成为你喜悦的儿女。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这时，请我们预备心来做奉献。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何等恩惠大爱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谢谢你时时刻刻包围着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怀里平安度过每一个时候。亲爱的父神，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主，你使我们刚强。谢谢你，亲爱的父神，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在学校或是在工作中，都有主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好好学习，认真读书，将荣耀归给你。在上班的时候，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撇开不顺，撇开嫉妒，撇开所有的不好，因为主你必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每一个步伐，让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得人的喜悦。亲爱的父神，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到教会来敬拜你。主，你知道我们虽然坚强的在生活，但是主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与无力。求主你的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借着主你的灵，我们刚强自己，来成为主你的荣耀。亲爱的父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靠着主来得胜。父神，我们现在也恭敬的将奉献献在你面前，求主你悦纳跟圣用。谢谢主你的带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来报告，有周报的人，我们来请看一下。
下周聚会主礼的有侍奉的，请我们提早来准备。我来报告教会消息。本主日是新竹圣经学院的纪念主日，感谢许荣丰牧师今天的讲道跟分享。一节牧师也派到7章教会请安报告，请我们为新竹圣经学院实践神学上的努力来关心跟奉献。第二，9月17号星期六上午，北中校园施工部举办讲座，题目是对话的力量，我们牧师将前往参加。第三，请各团契的会长将第4季的服事班表在9月18号以前交给干事来会诊。第4，还没有申请教会奖学金的，请在今天里交出成绩单。我们本堂的教育部将于聚会出席表以及成绩达成表来核算奖学金的集聚。发放奖学金的办法有贴在1楼的公告栏，我们可以去看。团契的消息，我们自己来看。第2点，9月17号星期六，社青团契举办外出联谊活动，所以原本在星期49月15日的聚会，我们暂停1次。那奉献的部分，请我们自己看，有错误的，我们请跟会计或是出纳来订正。以上的报告，我们这时来看圣经。我们翻开圣经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我们今天看第5章。马可福音第5章，我们要从第1节看到20节。马可福音第5章第1节到20节，我来读，请你们仔细来听。他们来到海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去拜他，大声呼喊叫说：“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上帝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在山底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耶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事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
在底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做的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圣经读到这里，愿听着上帝话语的蒙主的悦纳。我们今天讲到的牧师是许荣峰牧师，他为我们讲到的题目是从捆绑到释放，从捆绑到释放。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跟你的隔壁、左右的地方打一个招呼，说：今天耶稣在我们当中，祝福您要领受上帝的恩典。阿门吗？阿门，谢谢。我想我们今天有分享的题目就是从捆绑到释放。刚刚我们长老已经带我们一起来看了这一段的圣经。我想这是一个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一段故事，也是一段主耶稣所亲自在帮助人的一件事情。那我们透过今天的题目，我们来看到底这段经文要对我们说什么。我想今天很清楚的我们看到的是，耶稣跟一个被鬼附身的人中间的对话，跟中间的互动。被污鬼附身，我们今天就用信仰以生活的层面来看这段经文。或许在圣经学者里面，对一个被鬼附身的人会有不同的诠释，不同的解释，甚至从神学角度、从医学角度、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被鬼附身。但是我们把经文，我相信经文是在每个时代里面对我们说话。我们把这段的经文，透过这些的状况、这些的情景，我们来看我们自己。我想这段经文就会对我们说话。好，一个被鬼附身的人，我们的圣经是说被污鬼，不是来鬼，是污鬼。那污鬼的意思是什么？污就是污秽、肮脏、不洁净，或者是说我们所不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人。叫做被污鬼附身。台语的圣经把污鬼翻译作邪神，邪神的意思就是邪恶的一个魔鬼，一个撒旦。所以对鬼，我们圣经里面或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常常有不同的一些代名词，比如说撒旦，比如说魔鬼，比如说邪恶的神，或者是等等等等。我想这一些的背后在诠释一件东西，就是不好的东西，恶的东西，是我们所不需要的东西。我们拉到我们的情景，其实在讲到鬼的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在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里面，常常会带着这几个言语，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怎么样，小气鬼；我们说这个人是怎么样，肮脏鬼；这个人是赌鬼；这个人是色鬼。这个人是什么鬼，懒惰鬼等等。当你用这些名词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人的身上有一些是怎么样，我们不喜欢的，对不对？是有一些负面的。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常常说：“哦，这个人怎么样？心中有鬼。”哦，不知道你的对鬼的意象是怎么样的？心中有鬼，说这个人怎么样？哎，好像心不正，带着不友善，带着或者是设计，或者是等等，所以我想说，我跟他保持一个距离。当我们说对一件事情，我们说疑神疑鬼，为什么要疑神疑鬼？我想等等这些信仰的用语里面，生活的用语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些人在我们生活当中，或许我们也曾经是这一些状况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好，那我们回到圣经来看。这个被鬼附身的人，他过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他过怎么样的生活？我们看一下圣经，很快的看看。这个人他从坟墓里出来，他住在坟墓里，难道没有人可以捆住他？连铁链也没有办法。
那这个人有人用脚镣啦、铁链来捆锁他，但是怎么样？铁链被他挣断，脚镣被他弄碎，没有人可以制服他。这个人他怎么样？白天晚上在坟墓里，也在山中喊叫。这个人又用石头砍自己。如果是一个被鬼附身的人，是一个被恶势力捆绑的人，他的生活，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描写里面，我们说他的生活叫做什么呀？不正常的生活，就是不正常的生活，就是被捆绑的生活，不正常的生活，其实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好，那这一些经文呢，我把它整理一下。一个被恶势力、被不好的、被邪恶的来捆绑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也包括我们的灵，让我们的身心灵里面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出状况。就好像这一位被鬼附身的人所描写，你们看到住在坟墓里，正常不正常？不正常。没有人可以捆住铁链也不行，它是一种形态。他呢，可以把那些铁链裤然后就捆绑他的东西都震断。他白天晚上乱叫，他用石头伤自己。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情境拉到我们自己身上。如果我们的生活叫做住在坟墓里，坟墓代表什么？坟墓代表是一个黑暗的地方，坟墓代表是一个引人有距离的地方，坟墓代表是一个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坟墓代表跟这个社会现实是怎么样？是脱节的另外一个地方。想想，如果我们有一些所谓广义的被鬼、被恶势力缠住我们的生活，绑住我们的脑袋，约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我们也有这些的情况？住在坟墓里，其实用今天的话语，就是我们不敢面对事实，所以我们躲到黑暗的地方，我们逃避这个世界，不敢面对今天。这样的生活情境里面，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有落入这样子的一个捆绑。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叫做从捆绑到释放。我们会有落入这样的一个捆绑。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很多，我们都是上班的，或者说我们的业务上得到了压力到我们今天早上睡觉醒来的时候，我们希望怎么样？今天公司能够怎么样？忽然宣布说，今天的业务、今天的面谈、今天的接洽能够怎么样？能够取消，我就可以逃避今天要面对的。学生也是一样，我有2个孙子，小学而已，小学2年级而已，他们就竟然会知道说，哇，最近台风天很好啊，台风天不用上学啊，老师就不会骂我们了，老师就不会检查功课了。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情境，我们是想要逃避这个社会，逃避这个世界，逃避我们所面对的。当这样子的被捆绑的人生里面，他有时候甚至于会怎么样？就好像这位被鬼附身的，没有人可以捆住他，就连他身上的铁链也不能。意思是说，他不受约束，不受约束。曾经有一句话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有时候我们活在自我，活在自以为是。只要我喜欢，只要我做什么，我就做，我不想受约束。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会这样子，我行我素，只在意我自己，甚至于我们怎么样？他说，就算是人家用铁链啊、用脚镣啊，给你绑住、给你捆住，都被你挣断、被你弄碎。表示说，我们一个捆绑的人生，如果有一个恶的势力、不好的念头来捆绑我们的价值观、捆绑我们的生活、捆绑我们的所有一切的时候，不管是在身、心、灵哪一个层面，有时候我们会像这样子，其实拥有一个自己内部的一个恶的势力在征战，善与恶的势力在征战，拥有那个恶权。所以有时候我们相信自己，
以为我的拳头比别人大，以为我可以用我的动作、肢体来霸凌别人，用我的言语来霸凌别人，因为有股势力在怂恿我们，那个恶势力在捆绑我们，甚至有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会让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关心我们的人，让他们不放心。就好像这一位被鬼附身的人，他在湖泊里面、在山洞里面，在那边乱叫乱喊，造成四周围人的不安。有时候我们陷入在这样的光景，曾几何时，我们也曾经这样子。我们逃避这个世界，我们不享受耶稣，甚至于我们有一个恶的势力赢过我们想要为善的势力。难道我所做的让我们家人担心，让我们四周围担心，让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也对自己其实也是不放心，甚至于有时候我们是在伤害我们自己，还不自觉。就好像有些人喜欢玩电玩，他享受在当中，但是他无形中，他成为一个捆绑的时候，他是在伤害他自己，伤害他自己的眼睛的视力，伤害他跟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我想等等很多的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我们活在当下。这段经文呢，提醒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安静心来想，活在当下，有什么捆绑的我们？这样的身体，这样的心理，这样的在灵性上，有时候捆绑的我们，那个捆绑的我们，不管你用魔鬼、用撒旦、用恶势力、用坏的念头、用价值观怎么等等，到底在影响我们什么？我讲活在当下，我们是什么捆绑我们？活在当下里面，其实当我们有被捆绑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期待什么？得释放。因为我不愿意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不敢面对事实，是一个逃避。我们不愿意我们的生活是一种不受约束，结果害了自己，害了家人。我们不愿意我们自己是一个在这恶势力里面的争夺里面，我们被恶势力所捆绑。我们不愿意我们自己是造成我们所有的人对我们的不安、不放心。我们不愿意我们是在伤害我们自己。所以活在当下，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捆绑，曾经有过，现在有过，或许面对将来也会遇到的挑战。在捆绑的生活中，你期待得到什么释放？捆绑的生活，如果用另外一种信仰的语言叫做苦毒的生活。陷入在一种苦毒的生活里面，苦啊我的为人，苦啊我的做人，苦啊我的生活，苦啊我的脚步，苦啊我的每一天。如果我们被捆绑，我们找谁得释放？或许老师、朋友、专家、家长都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既然认识了耶稣基督，其实我们可以尝试再回到神的面前找耶稣。我们靠什么得释放？各个房间有很多可以帮助我们。或许你去 relax 轻松一下，或许有些药物，有一些运动，有一些等等可以让我们得到释放。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尝试看看？就像圣经里面的这一段经文一样，这个被鬼附身的人，他有这些的症状，有这些的生活的情境，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他跟耶稣相遇，耶稣帮他从捆绑苦毒的生活里面，他得到释放。所以我们继续看我们的经文里面，有看到什么？看到当耶稣跟他相遇的时候，当这个人跟耶稣相遇的时候，耶稣如何来帮助他，来医治他，医治这样的一个被鬼附身的人，他能够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得到一个新的人生。所以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耶稣如何帮助他。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很快的看到，耶稣就问他说：“你的名字叫什么？”后来他跟耶稣有一些对话，对话完之后，耶稣就让那个污鬼从他的身上离开，然后就进入到猪群里面，
然后跟着整个的族群里面，就传到了山崖，投在海里就淹死了。继续，这一个被鬼附身的人，他竟然能够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那就作者穿上了新的衣服，过一个新生活、新生命。接着，他就这个被鬼附身里面圣经就描写说，他就恳求跟耶稣同在。好，耶稣如何帮助这位被鬼附身的人？我们看一下。或许我们有被捆绑，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透过耶稣如何帮助一个被鬼附身的人，今天能够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也得医治。好，第一个，耶稣对这个人的第一句话，问他说：“你的名字叫什么？你的名字叫什么？”耶稣想要认识他。当人问你说你的名字叫什么的时候，就是说希望我了解你。肤浅的我们就说我的名字叫什么。但是当他问你名字的背后，或许他有些渴望，说我要跟你建立关系，所以我更需要了解你。所以当你问你名字叫什么的时候，你除了告诉我的名字叫什么之外，可能你会告诉一下我跟你的什么关系，我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当一个人需要耶稣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就好像一个人需要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一样。当你去问医生的时候，医生会怎么样问你说，除了核对你的名字以外，他说你要告诉我，你是一个怎样的？你要告诉我，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为什么你要来找我？你的身体怎么样？你的哪里出了状况？你现在需要什么？你要告诉我。耶稣要帮助一个人，他要让我们先从我们面对我们自己，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坦然的跟耶稣说：“我认识我自己，不是认识我是一个许荣峰3个字而已。我认识我自己，我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有限，我自己的软弱，我自己的现状，我自己的人性。”我自己的需要，来告诉耶稣，耶稣才能够拿我们一把，勇于面对我们自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认识的一个调整，也是让我们看见自己为什么需要耶稣，为什么自己的不足。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功课。在一般的社会里面，我们很难很坦然的面对，去跟别人讲我们的软弱，讲我们的不足。但是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唯一能夸口的就是什么？就是我的软弱。好的，好像基督的恩典在我身上无比。”所以，耶稣要帮助一个人，第一个，我们坦然的认识我们自己，面对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好。再来，我们看圣经里面就开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戏剧化的一个动作。耶稣让那个鬼再从这个人的身上离开，就跑到了一群猪，然后一起投入到海底里面。圣经描写说，他们是怎么样，就投入海底就淹死了。这个乌鬼。就在投入海里，就淹死了。就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消失在这个地面上，就淹死了，就不见了，就怎么样？就消失了。我想，如果我们是看过医生，我们生过病，我们去找医生，医生除了说能了解我们的症状之外，你对医生已经有很多的期待。期待什么？医生能够帮助我，不管是透过开刀、透过药物、透过怎么样的复健、怎么样等等，让我的那些病症、那些症状、那些不好的能够怎么样断绝掉，完全的断绝掉。开刀把不好的东西完全拿清楚，完全除掉。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谁要帮助我们？
神要帮助我们，要把那些罪跟恶不好的东西，神要让我们断绝。如果用一个信仰的术语来讲，就是要我们悔改，坦然的面对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把我们的罪跟恶，透过耶稣的宝血，透过耶稣的赦免，我们能让耶稣洗净我们，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断绝我们所有的这些恶的念头、价值观、不好的东西，包括在我们的身体、心灵跟灵性上。好，当这个人他这个污鬼离开他的身上，离开了以后，然后从海里面淹死了以后，我们看到这个人就可以坐着，穿上衣服，是一个原来是肮肮脏，然后一身臭气，然后住在坟墓里面的人，今天成为另外一个新造的人。用我们的信仰的用语就是说，他是一个新造的人，就好像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他可以穿上新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圣经描写说，这些众人看到这个都非常的惊奇。这是一种改变，生活的改变带来生命的改变，生命的塑造，让我们激励我们生活的改变，生活跟生命一起的造就。穿上新人，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就好像穿上新衣，穿上新衣。我想我们在座的，我们这边离百货公司很近，你们去百货公司买一件新衣服，买了一件心爱的新衣服，然后回去新衣服回去以后，你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找一个镜子嘛，对不对？换上新衣服，照一下，满足一下，喜乐一下。但是假设这时候你的身体是全身流汗，肮肮脏、臭臭气气的，你会这么急着把衣服新衣服就穿上去吗？就穿上去，你会觉得不舒服，你一定会先做一个动作，怎么样？既然是新衣服，我珍惜，所以我就怎么样？先洗个澡，先把它擦干净，舒舒服服的穿上新衣。当神改变一个人，让他穿上新衣，成为新人的时候，其实他的背后就是因为我们有个断绝罪恶，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们把身上所有的一切的污秽挪掉，我们穿上，成为新人。当这一位人成为新人之后，后来叫做恳求耶稣，跟耶稣同在，说让我的生活里面跟耶稣同住，耶稣跟我同在。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要求。当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当我们受洗之后，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有时候往后的日子，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跌倒。有时候跌倒是因为我们是个人的软弱，我们跌倒；有时候因为我们整个的大环境，你的周围很多的试探引诱，让我们跌倒。所以我们需要成为新造的人之后，我们需要跟耶稣常常保持一个更好的关系，连结的关系，让耶稣跟我们同在，让耶稣随时的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不至于跌倒。这个就是这一位被鬼附身的人，耶稣帮助他，透过认识自己，透过勇于断绝罪恶，成为新造的人，求主同在。我想，我们都渴望像这一位被鬼附身的人被医治，得释放，不再有捆绑，不再有孤独。我们勇于可以试看看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们。当然，今天在自己晚上祷告的密室里面，你可以跟神说：或许我还有一些捆绑，还有一些苦毒，我希望得释放。
就好像这一位被鬼附身的人，耶稣也在我们当中。我们渴望被得释放、被医治，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好像最近台风过了，我走到台北市的街道，缓慢脚步，看到路旁很多的树，很多的小花，寺庙重新新生命重新的开始。你看的话会觉得很舒服。新造的人。好，这段经文里面，竟然中间有几个境界。当耶稣跟这一位被鬼附身的人有这些的互动，有这些的变化，旁边有一些人，我们叫做会众，或者说是路人甲乙丙丁都好，有些人围在旁边，在看待这件事情。所以圣经里面竟然有这几段的经文穿插在里面。这是我的标题把它写说，这些人在意的是什么？或许我们今天我们很 lucky， 我们没有这些被捆绑、被释放。但是我们或许周遭的人有人被捆绑，他们需要释放。我们看到耶稣在他身上行了很多，讲了很多的见证。我们就好像是众人，这些路人甲乙丙丁一样，在看这一幕戏。在看这一幕戏的时候，我们是同感深受，还是我们更多的挑战？那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损失什么？所以这段经文我看的简单的描述，他说，他们看见那些被鬼附身的人，从前被鬼附身的人，今天既然坐着穿上衣服，他们心里明白过来，出现两个字，他们就害怕。当一个人被神医治，改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他们竟然害怕。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就说耶稣，你离开我们了，离开我们。然后甚至这中间有人去算，哇，那个被传入在那个猪群里面的那些猪，竟然有2000只。圣经里面有这些经文的描述，但是没有很多的诠释，但是可以帮助我们在思考。当我们成为路人甲乙丙丁，看到上帝的很多的作为，看到很多人的改变，我们在意的是什么？我们在意的是，当一个人真的是过去我们看到是一个是很龌龊，我们社会的边缘人，真的是我们不喜欢、讨厌的人，他今天被医治的时候，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害怕。我们害怕什么？我们害怕是因为上帝竟然有这么样所做的事情是这么样的大有全能，超出所求所想的。所以我说，哎呀，我还没预备好，这个震撼太大了，我害怕。还是我们害怕的是，哎，这个人今天真的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一样的一个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害怕。我们害怕是什么原因？实在是说，我们说，哎呀，安于现状就好了，安于现状就好，不需要那么多的改变嘛。我们害怕的是什么？我们在意的是什么？当我们欢迎耶稣来到我们当中，如果今天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新的一个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奇事，我们会不会说，我们还没预备好？我们还预备好？我就说，那耶稣你先离开好了。我们调整一下，我们害怕什么？甚至我们在意的是什么？在意的有人去算说，哇，这样的一个不值得的一个人，竟然2000只猪陪着他一起被淹死，牺牲掉了2000只的猪。一只猪假设一只猪是2万，2000只是多少？4000万。啊！教会做那么多的事工，花了那么多的钱，去帮助一个我们看起来这个有没有什么影响力？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认为他是已经是，甚至我们没有讲出来而已，是我们社会的垃圾。啊，付出这么多，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我们信仰的判断在哪里？我想这些经文，圣经没有答案，但是这个故事里面竟然有这些经文的出现。帮助我们，给我们做一些
反省跟审视。好，回到经文里面，这位得医治的人，这个故事后来怎么做 ending？ 这个得医治的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个从前被鬼医治的人，就恳求耶稣说：“耶稣啊，跟我同在。”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19节，当这个人邀请耶稣跟他同在的时候，耶稣虽然没有答应。有的版本是说，耶稣暂时没有答应。但是耶稣为什么暂时也没有答应？耶稣先讲了一句话，说：“你回家去吧，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何等大的事，是怎样的怜悯你们，都告诉他们。”耶稣要让我们每一个人从神里面得到丰富、祝福跟改变的人，让我们不成为一个小气吝啬的基督徒。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神要这一位被鬼得祝福的人，暂时先回家去吧，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亲属那边，去告诉耶稣的作为。或许你曾经在你的家里面被排斥、被赶出来，但是因为耶稣的作为，耶稣接到那里，让你改变，你也回去把这样的一个见证，让你的家属一起见证上帝的荣耀，一起改变我们不同的观感，必须接纳。回家去吧，回家去吧。或许那个家曾经是你想要离开的家，那个家或许是你曾经被排斥，或许那个家曾经是怎么样，是你想要逃避的地方。但是当我们神的恩典得到医治的时候，一人得救，必全家得救。回家去吧，回家去吧，回到你心里的家，回到你属世的家。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家，回到教会，为神做见证，为神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这个人就怎么样，在底加波利海这个地方传扬耶稣的作为，众人都稀奇。他就把福音传开了，他就把福音传开了。我想，福音的大能需要我们经历，福音的大能也在我们的周遭里面有不同的经历。我们都有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故事，你的周遭里面也有很多人的生命的故事。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自由、得喜乐、平安的生命。我们不再被捆绑，我们是从捆绑中，从捆绑的人生里面，借着福音的大能，我们成为一个释放的人生，一个走向有盼望、有未来，永远跟耶稣基督连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透过这段经文跟神有些对话，透过这段经文跟我们自己有对话，让我们在一个苦毒、捆绑、不自由、恶势力掌权的我们的心里、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日子里面，能够得释放，就是帮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活在我们当中，医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生命真光》。主，你的爱是永无止境。你的爱是永无止境，主你思念环绕我，你的爱使我苏醒，心中喜乐不住满溢。
满着地，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的叫生命。黑暗终究会过去，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的叫生命。再次来宣告，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的叫生命。你伸出大能双手，释放你属天荣耀。主是何等的奇妙，与你同行何等美好，让生命真光照耀。我们请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我们的上帝用你的话语亲自来引导我们自己人生有信心的人生。愿主耶稣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爱神、爱人，也爱我们自己。愿圣灵的保守、浇灌跟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一起唱最后一首诗歌。PTT 帮我们往下按，音控，对。话语是我生命的救恩，你的双手扶持软弱，使我刚强。你行道路真理生命，是我的见证。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恩典之路。2堂礼拜到这边结束，大家可以互相请安。今天的爱餐是停衣组的哦，大家可以下去享用。